后来乡亲啊，因暗就是耶诞暝，真侪人会打扮做圣诞老阿公来送礼物，马上出着欢乐甲希望。 北高芬兰的罗曼内米瓦北极款传说，讲这是耶诞老阿伯故乡，即天正闹热，来自各地游客集中伫遮，欢送耶诞老阿伯出发，坐美乐细巧射地球，送礼物给这囡仔兄。And if you can be quite good almost all the time, don't worry about the gifts. 小精灵甲耶诞老阿婆将礼物赶紧贴起咧细桥顶，美乐就拖细桥出发啦。希望讲伫有限的时间内，耶诞老阿伯会当将礼物送到囡仔兄的手中。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拢想要将欢乐甲希望带到每一个角落。 所以讲，世界拢有人打扮做耶诞老阿伯，用各种方式送礼物给囡仔。伫南美的瓜地马拉相对园打扮做耶诞老阿伯，为半空中飞落来送礼物给偏远地区较善者的囡仔。伫东欧的克罗埃西亚，攀岩的歌手打扮做耶诞老阿伯，为厝顶落来到儿童病院阳台，和这病童真惊喜。巴西毛人唱最味打扮做耶诞老阿伯，和这沙鱼虾鱼粗饱一顿。 We love to deliver happiness and smiles to the people. 上天落海，耶诞老阿伯无所不在，带给大家无尽的欢乐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